势哦，我唔知讲你今仔日家己去创啊，即摆就是安尼讲吼。即摆我讲这个是咱即摆就是安那咧，我唔知讲各位需要的是什么，哦，你们需要什么没有讲，我也没有不能在这里乱讲刚才这个林先生他有说啊，旅游的由来啊，有名，古早我说查某赢，唔是查某查某赢，那查某赢就是讲哦，清朝时代，因迄个时候有迄个很多那个渡期啊，那开垦的军队开垦的，刘名就是就是做一个查土地面积的，是查某赢，某是1亩2亩，土地的面积，刘名迄个就是测量在这里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查母营啊，的查某赢。唔是咧，查甫的查某赢，迄是咧查某赢。迄个啊，这清朝时代哦，郑成功来台湾了后，才改制，才后两名，就是查某赢、新赢、后副赢、下赢、中赢，这就是讲较早的，迄款做军队咧带。军队是到你做迄款做田啊，做啥去才做一个5句尔。你名的由来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。伊你名大部分的人拢是姓老，姓老的意思就是伊咧公馆迄人。祖厝，祖厝的就是一个姓老的啦，因的这个做迄款子孙里面有人做过举人呐，所以有徛机关，徛机关咧，祖厝要一个机关，咱像这庙里啊，所徛落去，机关，迄是古早的是迄个。皇帝输来，伊会当徛机关，伊咧做官的。再来是迄个做，伊讲头拄仔你讲1堡、2堡、3堡、4堡这是日本时代的迄个做行政区域啊，行政区域，迄内底有一个庄长啦，佫啥物咧一个庄头内底当分做1堡、2堡、3堡，较早是堡甲，堡甲就是迄个日本时代伫迄个，咱想讲伊迄个政令的传达啦，还是迄个啥物，那个说迄个议会拢总内底拢有保甲，有叫保甲书记。保甲书记就是讲去做迄个，他上迄个这个户政事务所，佮有去做迄个，做这个即摆船长啊，就是保早做保长，日本时代有做保长。迄个伊内底保甲内底拢有去管即个做即个地方的代志对，所以伊有迄1堡、2堡、3堡、4堡，迄代较大的庄头拢会分堡，分堡。咱你名1堡就是迄个做，好祖厝伊对面边1堡啦。2堡2堡就是即个范围啊，即个范围。3堡是
这看来这个二宝、三宝啊四宝，哦，有做四宝。所以古早人，若恁的人吼讲，你对宝人，哦，对宝人意思就是你对是穿的啦。啊，意外的是，我讲伊有时啊要爱要知影啥物代志。看你要知影啥物，你家己问，伊就甲讲。看你有要问啥物代志，吼，你甲讲。